为什么这样？因为修行人，他们一开始当然就是有很好的一个善的心，才是会学习佛法。但是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又没有去真正的实修的情况下，会产生很多的傲慢。对于一个佛教学者来说呢，就是也是会非常容易产生傲慢。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是要有这种闻思修三个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三个正确的过程的情况下，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呢，就很容易那么就是因障碍打断了自己的真正的修行。那么这种产生傲慢感，这些方面是连这些佛教学者们都会有产生的情况下，那我们一个普通的人肯定就是有的。所谓的傲慢呢，并不是说因为有了财富才是会有时间的傲慢，因为有学历学问才是会有这种傲慢，不是这样。任何一个人都是会有傲慢心，会有嫉妒心。那么傲慢心呢，就是最不容易能够可以看得出来的，自己根本就是看不出来，自己有一点点小小的功德都是会引起很大的傲慢心。那还有一个藏地有一个故事，那么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佛教学者，而且是非常慈悲的一个大成就者，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一个大成就者，真正的一个修行者，一个上师。那有一天看到一定是牧区嘛，那么一个就是对众生进行怎么严格，是吧？这种人呢，就是对整个的这个西藏的社会上来说的话，就相当他跟屠夫都是屠夫知道吗？屠夫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地位，但也是给他钱，他会去做这些工作。那么在这些西藏的一般人来说的话，这些是不会做的。那当然在这些仰慕民族的生活当中，这些也是不能没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必须的要有的。那么因为我们就是就是有厕所，必须得要有洗厕所的人嘛，对不对？就像这样的道理。那么就是就像嘛，就是美国有很多的屋子里面就会白蚂蚁，那就是一定会有一个时间，就是会那个消毒的一个工作是这个不得不产生的一个问题嘛。就像这样，就是阉割的一个人，那么一个高僧呢，就看到他在对众生进行阉割的时候呢，那就他一看一下，他就是他做这个工作是很熟练的，然后就好像就是工作很迅速的，这样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一看，然后就是那个高僧就是流眼泪，他在那边流眼泪哭的时候呢，就是第一那个众生也是很痛苦，身体上就是一个肉就这样割下来了，也是为了人民的生活，那么当然就是在很辛苦嘛。那么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从另外一个众生的身体上割下来一块肉的那个人，心里一点慈悲都没有，而且是他觉得这个就很正常的，就相当就是作为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工作，而且是很开心的一个自己觉得就很了不起的那种的一个动作，对这个对方那个众生没有任何一点点的那个慈悲心。就心里没有任何一点的他会痛那种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高僧呢，对两个众生就升起了很大的慈悲心，所以就流出眼泪。流出眼泪的时候呢，那个人就看一下，就说：“哎呀，老和尚，不要哭，不要哭，没有关系，就这个现在哭也没有用，你应该就是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可以学一些像我这种手艺。那就现在不用哭了，你现在哭没有用，就是傲慢就是这样来的。他以为呢，就是老和尚就是看到他的技术，就是他自己没有技术，所以很痛苦。他就这样想，就是老和尚就是比他更痛苦，然后老和尚没有学过我的技术，所以他现在看到我那么有技术的时候，他就痛苦，会这样想。
所以傲慢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傲慢是很容易产生的，而且也是这个产生傲慢的时候呢，就自己就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学问，也没有什么非常了不起的那个什么能力啊，各个方面，应该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傲慢，这样有这种想法的，那是完全是错误的，我们不能解脱的那种不让我们解脱的那些那个造业的这种烦恼是经常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导致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修持，所以这些方面呢，就是一定要注意，经常要注意，观察自己的内心，对他人会生恶念执，非但不能损害他人，自己反而会积累严重的罪业。从前有2位著名的格西互相敌对，一位格西听说另一位格西有了女人，便对世子说：“煮上好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世子煮好茶后，给他问道：“你听到了什么好消息？”他说：“我们的那个对手某某有了女人，破戒了。”哎呀，根本扎家听到了这件事后，根本赵家，好，是一位非常殊胜的一个善知识。那么他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呢，他呢就是反着脸说，他们2人到底谁的罪过严重呢？就像一个殊胜的那个善知识听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平常说阿弥陀佛，这2个人呢，就是谁的罪过才是最大？相当于就是与女人的那个格西感，有听到有女人，然后他就很欢喜的那2个人，那么一个人呢就是破戒了，然后当然就是有罪过，但是另一个人呢就欢喜了，他的对手破戒了，他的对手有了女人，所以就那肯定就是名声啊各个方面，他就想现在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他就完蛋了，会有这种想法嘛？那么同时他对他的师子说，会非常开心的说今天有好消息，所以就煮个好茶，要好好的喝。然后这个事情另一个高僧听到的时候，那就说这2个呢，就是谁的罪过才是更大呢？那么因为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就是他有什么罪过呢？因为他也没有破坏戒律，然后他也就好好的，但是他就生起了嫉妒心，严重的嫉妒心，从内心里面就是真正的有这种的。那么平常在格西跟格西之间辩论也好，这些辩论他的要求是什么？不能有产生任何的这种嫉妒心然后傲慢心、烦恼心、嗔恨心然后贪心都不可以有的。所有的烦恼都是放下的，前面呢就是以智慧以方便的，然后相互的辩论，就是相互鼓励的一个方式。今天把这个辩论没有办法做成鼓励的一种这样的一个方面去辩论的情况下，那么就导致会下地狱的，导致会变成魔鬼的，都是很多的，这种故事也是很多。所以就是我们平常都讲闻思修这3个都是要有的原因是这样，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是学习，到最后走的时候，很多什么护法神里面也有一些这种变成魔鬼，到最后就是有因缘碰到了一些佛教的这个高僧善知识，把他降服了，让他继续护持佛法作为护法的，这种故事也是特别多的。所以就是这么有学问的这些佛教的怎么说呢学者都能够怎么说呢变成这种
造业的行为的原因都是什么呢？因自己的相续没有去观察。智慧方面、理论方面，佛陀所讲的理论都是有听得懂，但是把这些都没有拿过来对照自己的相续。然后一切的这些道理都是学到了自己的那个脑袋高里面的时候呢，那就是都是拿来针对他人，破坏他的智慧，破坏他的逻辑的一种工具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太大的用。所以就是辩论的时候，就辩论的要求是嘛，不能起任何的烦恼，放下一切烦恼，在烦恼都放下的情况下，那么在这个辩论，那么在一些僧团里面辩论的过程当中，相当于也会打起来一样的，但实际上都是好朋友，而且都是同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金刚师兄，辩完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内心里面他跟我这种的。但是如果真的就是产生了这种对劲感，这种怎么说呢？竞争心感嫉妒心的时候，那就变成就像刚刚说的那种格西一样的所以就大多数的我们就看到那个辩论的过程当中，好像就很激动，然后就是激烈的，然后就是挑拨这些的过程，是看起来好像会马上会打起来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来做到就是正式的正确的辩论，后面都不会产生，不会留任何的那种怎么说呢？不好的那种念头，也不会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概念感，更不会就是记除跟记恨的这种问题。如果是有产生记除跟记恨的话，那就讲这里面讲到的就是这种问题。那宝珠仁波切书本里面写这些都是事实的故事，但是为什么还有除了这些以外，那这一个书本里面要写很多东西的话，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写但是这里面写的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就是嫉妒心。嫉妒心呢，不光是我们凡人有修行人也是会有的。那这种修行人是真正的修行人吗？还不到底的修行人。那么这种修行人，比如说刚刚说的这位格西呢，他就是有这种的严重的这个对他的这个对手的这个嫉妒心感这种看到他人的那个怎么说呢？那个造业的部分，他就这么欢喜的这样的，他是不是后来就下了地狱？这个就不好说了，因为他也会有变化，他也是认真的修持的过程当中，那有可能他也是会变成真正的走向修的这个路。他真正走向修的路，那就完全就是会好了。所以，但是也是这些前面的这些造业的部分，也是变成他的一些障碍。那么我们本身有累积历史的很多的业障，那么我们现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又有一些嫉妒心跟一些贪心这些造成的这些业力是会增加的，增加我们的这个负担一样的，就是会变成障碍。那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一点点这样的障碍，就再也修不下去的问题也是会有的。所以我们任何一个人，这种原因呢，就是今天我们这里讲到的都是有一些，就是讲到前面就是针对弥勒日巴尊者的两位也是佛教学者然后导师级别的，然后刚刚这边讲的也是一样的佛教学者。我们今天讲到的主要的就是他们的，那这样的情况下，连他们这些佛教学者都有这样的嫉妒产生的时候，那我们就更不用讲，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样，所以我们就必须得要去长期看到任何的，就现在的现实的情况来说看到任何的其他人做的佛性事业，尤其是最容易升起的这个升起这种嫉妒心跟升起这种怎么说呢邪见之心的，就是跟金钱有直接的关系的，相当就是看到某某宗教团体或者是某某上师或者是某某寺庙今天做一些佛性事业，就是募款捐赠等等，拨开那个帮生的，拨开什么等等，这些所有的善心事业都是跟金钱有关系的地方，是这个我们在社会当中经常都是看得到的。
那么这些所自己没有办法再去学习参战啊，那也是学习赞叹是必须得要有的，要断住啊，这个团体是不是去骗人的，是不是做什么，这完全不能想，一定要知道我们是修持大圆满法的，我们必须得要静观心来对待所有一切。真正的如果是要去看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正确的，谁是不正确的，我们没有任何能力可以看，除了佛陀以外谁都看不了。那佛陀也是已经说了，他与他一样的成就的人才可以，那就是佛陀。佛陀跟佛陀一样的人就是佛，佛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得到，没有任何一个众生可以看得到他的发心是正确与不正确。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人在杀人，那我们也不能说哇，他杀了人，他就是造了业，也不能这样说啊。他杀人是他的事，但是我们就是用清净心来观想，那么就时间顶多就是我们对所有的众生，对这个杀人的杀的人跟被杀的跟杀人的这两者都是众生，两者都是造业，所以我们只能是对他们进行慈悲心和菩提心的保持啊，来那个包容啊，只能是这样，这就是我们能够可以自己修持修得好的怎么说呢，那个方法。自本作人着康着